1992年，南非非洲矿工上大的工会租金，发起34万人全国性的大罢工。这摆罢工造成南非一半的金矿、甲2%的煤矿拢总无法度运作，损失差不多是新台币40亿5千万。罢工的非洲矿工要求提高工资30%，并且将本来一年干14天的休假增加到1个月。经过20多天的罢工抗争，资方不得已接受，才结束这场罢工。2005年，因为油起价，当时的行政院长萧长廷同意开放航空业者飞过中国领空，减少这个涨价的压力啦。对消费者来讲，对不对？是飞越大陆的领空，所以大陆愿意开放。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禁止，所以我们把它开放。这项决定会使省成本，飞欧洲、飞中南半岛，拢会使行较短航程。当时中国当局嘛表示欢迎。2012年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依照贪污，在民众抗争期间下令杀人，被控滥权甲敛财，接受历史的审判。这是穆巴拉克为2月11被推翻后头一摆公开露面。临时法庭内外会使有600人伫遐旁听，当局安排埃及的电视台做直播。不过穆巴拉克对着当时的指控，拢讲伊唔知影。